尾道尾系列，表主話指表有時行有時停，一打開後蓋就發現問題啦。固基片已經斷咗，跟住就係拆指針、拆字面，然後慢慢拆開機芯。呢隻表主已經戴咗10幾年，今次係第2次做保養，由螺絲嘅狀態可以睇到，第一次維修嘅師傅做得好仔細，幾乎冇留下痕跡。拆到輪繫部分就已經揾到，導致隻表停走嘅源。行時部分已經拆解完成，接住落嚟就係拆日曆部分，進行清洗同保養之後，機芯啲零件乾正正，開始裝返輪繫部分。清洗完嘅機芯，一眼就睇得出，每個軸眼都好透亮，同時我哋都盡量做到無痕維修。再加上新嘅潤滑油，測試輪繫傳動，一切正常先繼續落去。